傳統工藝上珍貴所在，就是會當甲無生命的物質轉換做有靈魂的溫度，互時間、感情、甲文化透過雙手一代傳一代。台南有一群少年人接觸家族的工藝技術，做古紙、木屐，閣有榻榻米。暗時7點半，大家台青春咱的夢，做伙來看這群少年人是安怎守護傳統工藝，傳承古城的文化。洪國林是台南古紙店第6代，從高中就下決心要甲因老爸手藝接起來，還閣去讀美術系加強基礎，希望甲傳統古紙發展出新的模樣，互閣較儕人認捌這個藝術。雖然因老爸已經過身，不過伊還是堅持要繼續傳承這個手藝。我第6代個，外口的時代啊，就人鼓勵，啊，恁爸爸這樣命，你要轉來做，啊，失傳就做無彩。啊！就逐人苦幹。啊！你剛剛是傳就無菜。迄陣袂安尼想啊，少年袂安尼想啊，對啊。啊！你若感覺即馬就會啊，無伊就無菜。市中心這間木屐店，予台南市政府立做100年歷史的行業，順手工做的木屐，除了老主顧，嘛真受觀光客歡迎。不過因為師傅愈來愈有歲啊。查某囝郭品涵決定把厝內事業接起來，讓木屐行路的聲會當繼續出現在府城的街仔路。應該是高2還是高3吧？我就是快要畢業的時候來這邊幫忙。對，他昨天有來，我店裡剛好有人需要幫忙啊。我媽也身體比較不好，所以我也是回來幫忙這樣。分成很多人，而且蠻要用力的，尤其這種手力的。他說多少都會有一些傷害的，很慶幸啊，囡仔在吃吧，啊，就做啊到袂做盡，安尼結束啊。甲其他接觸來識頭的少年人無共款，李宗芬對人生還有茫茫渺渺的時陣，互因阿公險來學做榻榻米，想袂到阿公綿軟的精神，互伊真感動。李宗芬一個做就是17年。對我來講，這嘛是我的全部啊！從阿公阿祖安尼傳落來，佇我手頭頂無可能互倒，因為我愛對得起我頂懸的人。好，只要我活的，伊袂倒，而且袂佇歷史博物館。台南的巷仔底每一間老店，攏有時間的故事。少年世代轉來到這個空間，把傳統的工藝接起來。互古早的手藝佇咧新的時代發展出無共款的面貌。記者洪條生、吳一修綜合報道。